而且你领台湾人民血汗，我领中华民国的血汗钱，讲台湾不是，我领中华民国的薪水，你听懂了没有？我觉得你领的是中华民国的薪水吧？院长，我不是来这里吵架，我的目的哈，我的目的是，如果没有你们要能理解，我们还有什么中华民国？ 当全世界的人都一再称誉台湾是防疫做得最好的国家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国会议员讲台湾不是国家，我觉得他不够资格做国会议员。今天不是要我对于讲话的自由，我一辈子都努力维护。 虽然我完全不赞成你讲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因为台湾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地理名词。我永远认为讲的话，不同意的人叫你滚到哪里去，我也不同意，我认为也不对。我今天来这里不是作为台湾的国会议员，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，我认为非常不对，也认为不够格当国会议员。我对于当年金门人当然认为我们是金门的同胞。 为了抗拒不要被中国占领，浴血奋战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非常敬佩，也很感谢苏院长。我们过去我都一直这样的态度，没想到苏院长，我们金门是反共的前线，这一点不用你告诉我。国会议员却讲说，你今天偏向中国方面。 中国讲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你那种讲法是苏院长，那您就是对接受的，而且你领台湾人民血汗，我领中华民国的血汗钱，讲台湾不是，我领中华民国的薪水，你听懂了没有？我觉得你领的是中华民国的薪水吧？院长，我不是来这里吵架，我的目的哈，我的目的是，如果没有你们要能理解，我们还有什么中华民国？ 如果只有台湾，也没有中华民国啊。中华民国就有台湾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嘛。你忘记我们金门，我们金门就是很在乎这一点。对。你敢讲中华民国吗？敢。我现在告诉你。听那么久。那我再讲，来，这个你要讲到我。中华民国吗？对，我拿中国国家教会钱去中国念法学硕士来。中国教会对，没错。所以你认为我轻松？ 你敢讲中华民国吗？好，来，院长，你让我讲完哦。所以我顺便告诉你，我拿日本政府的钱，我拿日本交流协会的奖学金，日本也念了一个法学硕士。所以你也有认为我舔日吗？有讲中华民国吧？院长，你刚刚说，因为我拿就是中国教会的奖学金去北京念硕士，所以来听我讲。你在北京敢讲中华民国吗？当然敢啦，我就是有这样讲。来。 然后，所以你认为我舔共？我顺便告诉你，院长，我顺便告诉你，我也拿日本交流协会的奖学金，这是日本文部省给我的钱哦。所以这样子，你也觉得我到那边不敢讲中华民国吗？你在日本，我相信敢讲。我也是拿日本交流协会钱，也是拿日本的钱。中国敢讲吗？好了。